台中一个70多岁太太，感觉身躯发烧无爽快，到病院检查，发现有怀孕期溶解症，甲急性的腰子衰竭。医生讲，就是伤热，茶水啉无够。 热天时室外温度时常超过36度。台中一个70多岁妇人男，逐工拢会骑半点钟的车去到8公里外健康站参加活动，进前人无爽快，去病院一个检查发现讲，治疗金马分解症，油脂已经排去啊，会导致尿毒症昏迷，甚至如果钾离子又排不掉的话，高血钾很容易导致心脏突然停止跳动，有生命的危险。 医师表示讲，因为这个妇人人本身就有治疗第4期的腰子病，腰子功能剩较无正常的1/3，佮拖几啊天才去病院，加在经过治疗后，已经有较好啊。脱水就很容易导致急性肾衰竭，急性肾损伤、急性肾衰竭，然后也很容易诱发横纹肌溶解症。 医生嘛讲，无论是伫冷气房，还是伫室外活动，拢要注意补充水分。当热的时，嘛要避免厝外去运动，安尼较袂去伤到健康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